阿依古里·艾丽是一名有抱负且很成功的年轻女学生。当中国政府官员发现一名维吾尔人通过努力证实自己在国外是一名出色的学生研究员，他们就会监禁他，使他消失。根据韩东网23日报道，阿依古里为自己的硕士论文选择了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我们认为他是该领域的一位先行者。但是他的家人被正式告知，他们的女儿现在在监狱里，已被判处20年有期徒刑。他正式申请了办签证所需的所有文件，当时政府官员并没有拒绝他的申请。那些一直关注东突厥散境况的人，或许对这样的计策并不感到陌生。他在2017年被监禁，据说已被送往监狱。他家人被告知说，他已经被判20年有期徒刑。美国政府已呼吁美国商界和好莱坞不要与在东突厥散涉嫌强迫劳动的中国公司合作。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摩根·欧特加斯在7月22日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就东突厥散的供应链问题向美国商业界和好莱坞发出了呼吁和建议。他说，我们美国商业界、好莱坞和美国人民应该意识到维吾尔人遭受的可怕的人权侵犯。他强调，美国公司不应参与中国的强迫劳动系统。欧特加斯强调，中国政府残酷镇压维吾尔穆斯林是2战以来从未见过的侵犯人权行为。一度扬言拒绝关管拒绝走人的中国驻休斯顿总领事馆，终于在美国定下美东时间周五最后期限前将其关管。随着工作人员将一箱一箱的垃圾杂物搬出使馆之后，已人去楼空。根据地方媒体报道，在最后期限的周五下午4时，国务院官员证实中国的驻休斯顿使馆已经关闭。国务院的外交安保人员然后在使馆外围站岗驻守，当中有一些人撬开4被锁上的大门进入使馆内。美国政府周二突然要求中国关闭驻休斯顿总领事馆。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称，中国驻休斯顿总领事馆成为间谍和窃取知识产权的中心。美国司法部宣布，一名新加坡公民承认利用其在美设立的咨询公司做幌子，为中国情报部门收集信息。美国司法部周五宣布，将于10月对这位名叫杨忠伟的新加坡人作出判决。杨忠伟当天在华盛顿联邦法院就其被控作为外国特工的非法行为进行辩述。他承认自己在2015年至2019年期间被中国情报部门物色并接触可获得宝贵非公开信息的美国人，包括有高级安全权限的军事和政府机构员工。杨忠伟还指出，曾付费让其中一些人撰写报告，表面上他称这些报告为亚洲客户而写，实际上却把他们转交给了中国政府。杨忠伟于2019年11月飞离美国时被捕。土耳其外交部发言人阿克索伊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希腊政府和议员就圣索菲亚大清真寺发表的敌意言论，谴责希腊政府公开允许民众焚烧土耳其国旗。阿克索伊指出，希腊以表示不满为借口，再次向伊斯兰和土耳其表现出敌意。据报道，24日，希腊萨洛尼加有示威者焚烧土耳其国旗，抗议土耳其将圣索菲亚博物馆改为清真寺。声明说，将圣索菲亚博物馆改成清真寺符合土耳其人民意愿。圣索菲亚清真寺属于土耳其。哈克索伊说，有关使用国家主权问题，没有一个国家可以说教我们。依照土耳其国民的意愿开放的阿亚索菲亚清真寺，正如我们土地上其他文化遗产一样，都属于土耳其。我们将永远拥有以及保护它们。当地时间7月24日，土耳其圣索菲亚大清真寺正式对外开放。这是时隔86年后，圣索菲亚再次作为清真寺对外开放。